38岁女星隋棠去年12月历经催生16小时，辛苦诞下3宝欧丽，没想到因为妈妈骨盆狭窄，欧丽一出生竟然就锁骨骨折，再加上她出生2个多月以来，隋棠鲜少晒出3宝照片，让不少粉丝都非常担忧。对此，隋棠昨天24日终于在脸书上晒出多张欧丽的照片，并罕见吐露欧丽的近况。隋棠昨天在脸书上针对粉丝疑问一一答复，她表示自己最近非常忙碌，经常想好好想东西却没有办法。昨天终于能借着前往纽西兰的飞行时间来快速划重点。针对不少粉丝提问3宝欧丽的近况，隋棠说她非常好哦，锁骨也复原得不错，刚满2个月，目前是个快7公斤的小壮丁。被问到为何一直都没 PO 弟弟的照片，他则表示有啦，只是没时间发文。基本上弟弟就是 Max 加 Lucy 的综合体，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哈哈哈。哦，其实我在 Instagram 即时动态有发过，不少网友对隋棠产后2个月就迅速恢复纤细名模身材相当好奇，隋棠也大方分享她的保养之道。她笑称其实自己在家照镜子时真的没那么瘦，是自创品牌小编的相机真的很厉害。隋棠说自己坐月子喜欢较清爽的餐饮，生完3胎也都有穿塑身衣，都是从月子后半段开始穿，因为月子中穿着会让身体有支撑，尤其腰背反而舒服，改善体态倒是其次，所以这时不要穿太紧的会穿不住，等月子做完再慢慢随着身材变化把塑身衣改紧就好。至于会不会继续拍戏，隋棠不讳言演员是我无法割舍的爱。她表示这3年来因为生孩子错过几个好剧本，接下来会更加努力。